各位熱愛集郵嘅朋友，大家好！呢幾日就好忙啊，但係呢個視頻咧唔拍唔得啊，本嚟都唔想做啊，懶得滯。但係呢個如果唔拍，真係對唔住大家嘅訂閱同埋喜愛啊！咁呢一個咧，我哋今日要分享呢幾隻咧，就係華郵，即係中國古典郵票裏邊嘅最頂級神級嘅貨品啦。咁佢嘅原主人咧，都係一個神級嘅集郵家嚟嘅。咁話說呢個集郵家係個日本人嚟嘅，但係佢就中意儲中國嘅古典郵票，清朝同民國嘅古典郵票。咁佢嘅身份同埋地位之高咧，就係無與倫比嘅，幾乎係統治咗20世紀80、90年代嘅成個古典華郵郵壇啦。即係個對上嘅幾十年，上個世紀嘅最後嗰20年咧，佢係郵王級神級。佢收藏嘅中國清朝同民國嘅郵票嘅廣度同埋深度咧，當時應該無人能比啊，世界第一。咁呢個神級嘅人物咧就叫水原明昌。咁佢臨老咧就將自己嘅收藏品嘅精華咧做成好多個郵集，咁出咗一套佢郵集嘅總結，就叫做華郵集錦啊。華郵集錦，咁呢個華郵集錦咧開頭咧，即係佢其實唔缺錢嘅係嘛，即係唔係想賣錢嘅，佢只不過將自己嘅一生嘅心血咧總結成集，然後咧就出咗6本咁啊華郵集錦，就有清朝啦、民國啦、中國嘅對外郵政啊、日本喺中國郵局嘅一啲郵政歷史嘅嘢。咁佢呢套嘢咧就非常精彩嘅，第一次出第一版咧出咗6本。就送俾自己啲朋友嘅啫，佢將自己嘅收藏啊集結成書，所有每一件都係精品嚟嘅。基本上水原明昌呢個名咧，集郵界咧，只要你收藏華郵咧，無人不識，無人不曉啊！咁佢出呢本華郵集錦出咗6本之後咧，真係供不應求啊！太多人中意啦。咁除咗自己朋友之外咧，好多即係唔識佢嘅，但係都係熱心啊，中意集郵嘅人咧，尤其是上個世紀80、90年代中國郵票隨住中國台灣啊、香港同埋大陸本土嘅經濟起飛咧，尤其是熾熱啊，全世界嘅人都喺度熱炒中國郵票嘅。咁佢嘅嘢咧就大家都中意，於是佢就出咗第2版嘅華郵集錦。咁有8本，就稍為修訂咗少少內部嘅嘢。咁佢入邊嘅嘢大部分都係精品嚟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又攞咗佢個集嘅一部分嘅精品出嚟，但係咧我就真係懶啊，冇時間，咁點懶都要做噶啦。呢幾隻就同大家分享呢幾隻精品中嘅精品，就係慈壽裏邊最矜貴嘅嘢。咁我喺手上，咁呢幾日就拍咗賣噶啦。咁拍咗賣咧，成交價都有噶啦。咁我同大家講一講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好出名嘅。咁慈禧太后60大壽咧發行嘅時間，就係海關郵政嘅時期，當時嗰個郵政都係由海關兼辦嘅，仲未有國家本郵政嘅。咁原始發行嗰套票咧就冇加蓋呢個改值啊！我之前嘅講慈壽都講過噶啦。咁慈禧太后60大壽呢套慈壽票嘅原票就相對嚟講就算係多嘅，咁一套而家都係幾千蚊嘅啫。咁加蓋咧有大字啦，即係呢個阿拉伯數字嘅大同埋細啦，有小字大字。咁大字咧又分為銀同埋30呢兩個字之間嘅距離。如果係1.5毫米咧就係短距，如果2.5毫米咧就係長距。咁佢呢個長距短距嘅票裏邊咧，個原票再翻原版再版。咁呢一套票其實就係清朝郵票裏邊最複雜嘅一套。佢個原版再版有加蓋小字，有加蓋大字，大字又分長距同短距。咁於是咁多個 combination 咧，又形成非常之複雜嘅組合。而最貴嘅咧，就包括呢一隻，呢一隻咧就短距嚟嘅，30同銀之間就短距。咁呢一隻原版票嘅大字短距30分咧，我哋俗稱就紅寶石。咁以前都60、70萬一隻嘅，而家點樣跌都成20、30萬嘅。咁而家呢一 pair 咧，仲有一個特色嘅，呢個3字咧。同呢個3字咧就用咗唔同嘅字母嘅。咁呢一隻票咧就我哋叫2體3，紅寶石嘅2體3咧就孤品嚟嘅。咁
咁紅寶石一 pair 咧都係孤品嚟嘅，咁咧一 pair 孤品再加一隻孤品咧，呢隻嘢真係氣勢不可同日而語啊！如果換喺2013到15年咧，呢個方年咧最高有機會賣到200萬嘅。咁而家今次咧，而家喺咁嘅頹勢之下，即係經濟環境再加上集郵氣氛啊咁樣嘅情況之下咧，都賣咗連埋佣金都成過70萬嘅。咁呢個就證明古典華郵咧精品始終係有市場。好啦，我哋睇完大字短距嘅30分，咁呢隻12分銀改10分嘅大字長距原版票咧，又係其中一隻精品嚟嘅。呢隻票甚至仲少過紅寶石，咁呢隻叫金龍啊。咁金龍咧就今次唔同往日啦，以前又係50-60萬一隻嘅，咁啊呢啲數埋手指都係10隻8隻嘅啫。咁呢一隻咧就因為下邊條邊啊就平齒啦，其實佢最低嗰版隻隻都係咁噶啦，咁冇辦法啦。咁呢個人哋當係品相唔好，咁呢隻20萬到咧就冇成交嘅，咁但係都係值起碼都10幾20萬6位數嘅嘢嚟嘅。咁呢隻慈壽原版大字長距金龍啊，咁啊同大家分享下。咁呢個咧就係唔係紅寶石，紅寶石咧嗱就大字短距，我哋比較下知㗎啦。銀同30之間咧呢個就短啲嘅，呢個銀同30之間長啲嘅。咁長距咧就唔係太貴嘅嘢嚟嘅，但係方年咧就係全世得呢一隻嘅啫。咁呢啲都10萬8萬嘅，呢啲都非常之珍貴啊！嗱，呢一個勁啊，呢個都係長距嚟嘅，但係咧佢右手邊呢隻票個距離又短咗少少喎。如果1.5mm咧，我就係短距，而呢個係2mm嘅，即係長距而30再向上移咗少少，咁呢隻我哋叫做2mm距離。而呢一對票咧個指邊同埋呢隻郵票中間呢度咧就漏咗行齒孔嘅，有一個超級大錯體嚟嘅。嗱，雙連有直角邊，又漏齒，呢隻大錯體咧，最後都賣咗幾十萬，我唔記得40萬定係30幾萬嘅，非常非常之珍貴，定係好似50萬添喎呢隻嘢。總之都係幾廿萬嘅，但係真有無價啦嚇，兩個需要佢嘅人爭出嚟嘅一個價錢，就係市場價啦。咁你話如果再多一個超級有錢佬出嚟，佢100萬佢想買，其實都買唔到，因為全世界得呢一隻嘅啫，非常之精彩。而呢一隻我哋今日壓軸呢一隻咧，佢有隻貼片啊，唔容易顯示嗱，我咁樣俾大家睇，冇辦法清晰少少咧。嗱，呢一隻過咗就冇噶啦，就慈壽大字加蓋原版2分短距，呢隻就矜貴啦。呢隻而家全世界咧號稱有3隻。但係得有2隻係冇爭議嘅啫，包括咗呢一隻就係水月明窗舊藏呢一隻就冇爭議嘅，真嘅。全世界得2隻係冇爭議嘅啫，另外一隻咧啲人就話假嘅，咁我哋就唔參與呢個討論啦。而呢一隻咧就毫無爭議嘅真票，係慈壽票裏邊最珍貴嘅。咦？好似對唔對到焦咧？都睇到清楚嘅。呢隻嘢個俗稱叫翡翠者啊，因為佢綠色係似翡翠。咁呢隻票咧，以前如果喺高峰期咧就700-8萬嘅，差唔多100萬美金嘅。咁而家都賣到150萬，即係成20萬美金。咁算係華郵裏邊值得重視嘅一隻啦。因為買慈禧太后紀念票咧，你冇呢隻票咧，你就真係唔可以叫做大師級啊！一定要有呢隻嘅。而呢一隻真係毫無爭議嘅，就得2隻嘅啫。所以呢一隻咧，最後都係俾人用150萬連埋佣金接近180萬㗎，呢隻票20幾萬美金㗎，所以大家就為咗拍呢幾隻嘢咧，我特登就要開埋呢一段片。如果唔係，我都想翻去瞓覺啊！咁希望大家中意分享呢幾隻珍貴嘅郵票同埋佢背後嘅一啲歷史啦。其實而家你上去百度啊或者維基啊，其實去查一查個資料咧，其實都好清楚㗎啦。咁我都唔使講咁多啦，只不過有真嘢俾大家睇咧就好啲咁解啦。咁呢集如果大家都中意嘅話咧，就點讚、分享、留言啦，多謝各位啊！